大家好，今日咧想同大家咧講一個好重要嘅消息。咁咧葡萄牙國籍法咧又更改，今日咧係想同大家講佢哋真係收緊咗嘅。咁如果你打算移民或者喺葡萄牙生活嘅話咧，咁呢條片咧一定要注意啦。2025年咧10月嘅時候咧係改過一次嘅，咁其實咧係直接被憲法法院打翻轉頭嘅。咁原因好有簡單，有啲內容咧係違憲嘅，所以政府咧重新寫過啦。而家咧就交去咧國會咧係投票嘅，已經正式通過咗。咁但係你要知道一樣嘢咧，今次唔單止係法律嘅問題，仲係一場政治嘅角力。支持嘅右派聯盟咧就包括 PSD 啦、Chega 啦、自由派啦，同埋CDS 同埋 IL 呢幾個政黨嘅。咁左派咧就全部反對嘅喎。咁所以咧方向咧其實係好清晰啦，政策咧係傾向收緊移民嘅。咁我幫你好，咁最緊要咧就係收緊啲乜嘢咧？咁我幫你咧就好簡單嘅方式咧係點去幾點嘅。第一，入籍嘅門檻咧會更加嚴謹，所以咧以前咧有刑期咧超過2年嘅話咧，就可能有問題啦。依家改成咧3年以上嘅刑期咧，直接係唔可以入籍嘅。咁如果想講明啦，恐怖主義啦、暴力分子啦，或者幫非法移民啦，全部都係計喎。簡單嚟講咧，背景審查咧係更加嚴嘅。第二咧，最爭議嘅一點咧就係可以取消國籍嘅喎。如果你已經入咗籍咧，但之後咧係犯咗事嘅話咧，例如咧係嚴重罪行嘅咧，判6年以上咧，例如咧殺人啦、恐怖活動啦，都有機會咧被剝奪國籍嘅。咁不過有個例外，不過咧有個例外，如果影響到無辜人士嘅話咧，例如小朋友咧就會有保護啦。無論如何咧，呢一個咧係有個好大嘅轉變。第三咧，出世咧就唔再等於係有身份嘅喎。如果有小朋友喺葡萄牙出世咧，唔再自動有資格嘅嚇，父母咧要至少係合法居住5年。咁之前咧其實咧我都見過好多 case 就係咧啲外來人士咧喺呢度生小朋友咧就即刻咧可以咧申請入籍嘅。即係話咧生仔攞身份呢條路咧基本上咧係封閉咗噶啦。第四咧，入籍嘅時間咧係變長咗。葡語嘅國家咧其他嘅國家入嚟嘅咧就係10年，即係例如咧巴西咧，例如葡語嘅國家咧，你就要7年。跟其他國家咧，例如即係唔係講葡語嘅國家咧，例如英國咁話咧就係10年嘅。呢個咧係正式收緊嘅嚇。第5呢個好關鍵，好多人都會忽略。居留卡嘅時間咧已經唔係再計入嘅年期嚇。由一開始我都係話咧係由你攞到張卡倒數嘅嚇5年嘅。咁依家咧即係話咧挨埋慢啦，你咧就更加咧遲入籍嘅，就等呢張卡係幾時嚟。呢一點咧其實咧影響好大。另外仲有一點咧就係猶太人後裔嘅入籍特別制度咧正式取消。講完改動咧，我同你理解一個更大嘅畫面啦。政府話咧國籍咧應該代表咧真正嘅歸屬感。右派就強調咧責任咧融入咧同法律嘅，而左派就話咧呢個咧係太過極端啦，太政治化啦，有機會咧係破壞民主嘅價值嘅。所以咧依家咧其實咧社會意見咧係好分裂嘅。究竟咧跟住落嚟係點睇咧？法案咧已經通過咗，但係未正式生效噶吓。依家咧去到咗一步就係交俾總統咧嘅決定。其實呢件事咧我已經睇過唔少，次次都係咧等到個總統嘅決定嘅。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唔好咁擔憂住啦，因為就算係落咗法咧，都要等總統話事先。總統有3個選擇嘅，一就係簽名即刻生效，第2咧否決打翻去國會，再交第3咧就交俾憲法法院咧就審查嘅，最長咧20日內咧要決定。總統嘅本身態度咧係應該比較保守嘅，因為呢個係新嘅總統，而咧佢係極端嘅左派嘅。咁佢講過呢啲法律咧應該有廣泛嘅共識，唔應該太政治化，所以咧佢未必會即刻簽嘅吓。所以我同大家總結嚟講一句咧，就係葡萄牙入籍咧正式進入咧係更嚴格嘅時代。要記住，入籍咧係更難，時間更長，等居留咧就唔計嘅，有機會失去國籍。如果你係準備移民或者係已經喺葡萄牙居住嘅話咧，呢條法咧可能會影響你嘅未來嘅規劃。但係咧，如果有最新嘅發展咧，我會同大家更新嘅。好多人都問我咧，呢個最緊要嘅點咧就係咧呢一個嘅法例咧會唔會影響咧？就係黃金簽證嘅。咁申請咗嘅人士咧就當然唔會影響啦。但係咧其實咧，你係唔會影響嘅，但係因為咧，依家咧咁多 IMA 嘅 delay 咧，就例如咧搞下5年咧，又搞下7年咁樣，咁所以咧就最問題咧就係你攞到卡之後倒數嗰5年咧，依家暫時咧個法例仲未改，咁仍然咧係可以入籍嘅，咁所以咧我會勸喻咧大家咧就盡快入籍，咁始終咧係國會咧都仲未話咧完完全全咧解釋到咧
構成咧，如果係 IMA 嘅延遲嘅狀態咧，會唔會係改變咧呢個黃金簽證嘅申請人士咧？咁其實係冇講嘅。咁所以咧就大家咧都係，如果你話一攞到張卡咧，我就建議咧大家就盡快入籍啦，因為到一攞張卡倒數5年嘅時候咧，咁其實你已經可以入籍噶啦。咁依家咧就我哋大家咧慢慢等，就等我哋嘅總理咧係嘅決定，咁樣先知道咧其實有啲咩真相出嚟嘅。咁大家都唔好揣測住先。好，再見。咁啊記得訂閱，咁啊希望咧仲可以用簡單嘅方法咧，咁拆解呢個政策嘅。